好似哆啦 A 夢百寶袋咁收得。多功能磁吸卡包，佢就係 Mo Snap Feel Wallet。多功能磁吸卡包 MoFast， 直接磁吸落電話，方便隨時拎嘢啦。去旅行輕鬆擺證件、信用卡，可容量高達8張卡片，仲可以用嚟做手機支架，仲可以180度旋轉，完全方便你用嚟睇片啊！等飛機時解放雙手，輕鬆煲劇啦。用女仔嘅長銀包比較，體積只係1/3；用男仔嘅銀包比較，厚度只係1/2，超薄但又超實用，仲有磁吸力超強，點用力揈都唔會跌。輕鬆打開嘅手機支架，一體式摺紙設計，仲有特別位置擺SIM卡同埋取卡針，仲有放硬幣位，磁吸開口唔怕跌錢啦。擺完卡片落去，磁吸接返好，唔怕壓爛卡片啊！放卡片後面嘅空餘位置，仲可以用嚟放紙幣，抗污內刮不易褪色嘅純素皮㗎。咁潮咁實用嘅嘢，梗係要去JB Shop門市或者網站買啦。